喂，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哋係107動力，一個咧關注公帑運用以及咧政府施政透明度嘅團體。今日咧我哋喺香港迪士尼宣布咧喺明天星期一開始大幅增加2成門票嘅之前一日嚟到立法會門外呢度，我哋仲聯同埋邀到咧迪尼嘅真身嘅代表就係呢個唐老狼同呢個維尼狼嚟到我哋立法會呢度一同咧同我哋上演呢個迪士尼劏客嘅行動，聯同埋呢個煲呔僧，顯示咧我哋由特區政府運用咗大量納稅人嘅金錢去興建嘅香港迪士尼，竟然咧係冇網管，加價咧可以係成為珠三角洲所有主題公園當中最高嘅一個主題公園。香港迪士尼嘅興建咧，唔計土地成本，耗用咗200多億納稅人嘅資源，但係換來嘅股份同埋話事權，卻係由外資嘅迪士尼公司所擁有，導致到今日香港嘅迪士尼面積細、設施少、入場人數每況愈下，虧損情況越嚟越嚴重。但係面對呢種種問題，我哋嘅特區政府同迪士尼公司竟然係逆市加價，喺金融海嘯嘅情況底下大幅加價2成。我哋好擔心迪士尼呢種無心經營香港樂園嘅做法，將會令到納稅人嘅資源白白浪費。再加上迪士尼嘅總公司已經宣布會喺上海浦東興建亞洲區嘅新嘅主題公園。呢個上海嘅迪士尼比香港嘅迪士尼面積大幾倍，設施亦都比香港嘅多。我哋想問究竟迪士尼公司有冇心去經營我哋香港嘅迪士尼？究竟我哋嘅特區政府點樣替我哋嘅納稅人去監察呢200多億嘅投資係真實可以帶來到回報嘅？更加重要係我哋身後嘅立法會即將可能會討論香港迪士尼樂園嘅第2期嘅注資，可能又會撥多幾百億嘅公帑去資助呢一個冇心經營、天天虧本嘅所謂嘅樂園。究竟呢個係真正嘅樂園定係一間謀人寺呢？我哋今日睇到呢2隻狼身真身嘅迪士尼嘅代表同埋煲呔，我哋就知道香港迪士尼必須要進行全面嘅改革。我哋107動力認為香港迪士尼應該盡快民營化，將香港政府持有嘅股份拋出市場，令到迪士尼公園真正用市場嘅運作模式去運作，令到迪士尼嘅營運效益去裏面嘅設施服務能夠符合市場嘅期望。如果唔係，呢一隻無論係熊身定係鴨身定係老鼠身嘅狼呢，只會繼續去咬我哋嘅遊客，咬我哋嘅旅遊業。我哋107動力喺過去1年呢，曾經潛入過香港迪士尼進行活動，要求提高迪士尼嘅透明度，將佢哋嘅入場人數同埋虧損數字公佈。喺隨後嘅1個月，迪士尼公司終於公佈咗佢哋嘅虧損數字，1年係達1億6千萬嘅港元。我哋認為政府必須盡快公開數簿，將迪士尼嘅所有虧損同入場人數放上互聯網，俾公眾去監察，提升透明度，捍衞我哋公帑。